114年度总预算前期也未停扣，这交通部今下晡是召开记者会，说明这摆预算防台检甲冻结，会致使这交通部道安、气象、公运、铁路四大部分的业务受到影响。无排除配合行政院走做救济。行政院长对应台伫行政议会也讲，当咧等待这立法院甲详细预算数字送到行政院，结果来研究讲要安怎提起相关的户籍。 公预算被煽动，全民便利遭牺牲，全民便利遭牺牲。交通部拜时召开记者会，说明这摆114年度总预算三读以后，交通部受到影响的层面。交通部讲，这摆原底有编1759亿，互立法院台检61亿。 冻结117亿，会造成道路安全、气象、公运、铁路四大部分业务受影响。亲像道路标线设计改善进度、气象预报准确度，拢可能受影响。这个路安的部分，我们一些交通的一个转动员这个平台根本没办法运作。我们气象署的高速电脑也有问题。我们公路局的对地方的补助也会出困难。另外，铁道的建设部分。 也会造成东部的一些不足。面对预算和立法院台检冻结，交通部讲，主要也是希望透过沟通来解决问题，但是也配合行政院透过宪政体制寻求救济。另外，行政院表示，这摆台检冻结预算，大部分拢集中伫国外理费、特别费、媒体宣传费用等等。行政院讲，目前正在等待立法院送交详细的总预算数字，后续会建议提出复议。所删减的是集中在某几个机关里面的某些个项目。 这个才是重中之重，业务费、人事费，包括媒体的宣传费，还有国内外的旅运费、设备费等等，都被严重的删除。行政院长杜永泰讲，目前也无清楚详细预算数字，目前初步计算，立法院宣布台检的预算是达到2076亿，台检比率达到6.6%，偏过去3年比起来，台检的比率平均是1.1%来讲，这摆台检的比例是达到过去的6倍。行政院也请各部会首长斗阵合作，改变现状，让国家继续运作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